陈志宏3年前自马来西亚来到台湾念烘焙科，因为伊对烘焙真有热情嘛真认真，摕到去年玉秀杯的银牌，还有国30样创意伴手礼竞赛金牌。就是最近因为这样训练的关系，很快的他就可以，因为也大3了，然后他最近就真的有很多的成绩。比赛成绩出来那个是其次，但是我比较在意的就是我如何去构思一个新的产品、新的一个口味，去做一个小小的研发。这2年因为疫情无法度转去，只好甲师兄之前专换做拍拼的动力，逐工家己关伫选手室内底至少8点钟以上。虽然嘛有拄到袂顺的时阵，不过上尾总算伫烘焙摕到小小的成绩。2年没有回来了啊，会想啊。在家里很优秀了，在台湾也是很优秀了。陈志宏嘛希望家己会使早一日登去到马来西亚开一间属于家己的烘焙坊。